好来看这波大雨呢，伫个台南的后壁区嘛是同款传出淹水的灾情。昨暝到今仔日透早呢是拢咧上大雨，真侪道路拢已经封起来。这水呢上深已经淹到骹头区，水嘛淹入到徛家厝内底。市政府宣布台南后壁区今仔日嘛是停班停课。目前台南后壁现场，咱交予记者李成武。 是目前记者所开所在，伫咧台南的后壁区哦，从昨暝到即阵呢，依然是上大雨。地思讲哦，即摆依然是咧哦，在做大水哦。即摆后壁记者所开所在，遮吼规个是阴干咧阴蓬蓬。地思讲有寡车辆哦，依然是掉喺水内底。啊，有的居民哦，即摆是咧摒厝内哦，讲即个风台嘛无遮严重，互因实在足无奈。说下到快5点的时候，开始淹水进水，房子里面开始进水了。 然后那个到6点多的时候，雨稍微小一点的时候，水有点退了，屋子里面的水也清完了。结果7点多又开始下大雨，又淹一次。前10年就一浸哦，拢落足大嘅雨啦。哦，淹出来就对啦。係啦，淹起來可能嘢佢較懸嘅是定嘅，透未去嘅定嘅啦。 後壁車寮後埔即陣哦，淹水是下袂離，民眾無奈講哦，每擺只要落大雨，因攏無法度出去，嘛無法度入來。即擺只吼道路是已經封鎖線，目前台南市政府嘛已經宣布後壁區今仔日停班停課。嘛民眾是推測講，應該是頂屆風台的樹枝樹葉，甲排水孔是塌掉咧，地主即回才安尼生。災民就希望講政府會當來遮趕緊鬥3工，無即陣因伊家是已經厝頂攏飛去，叫無工來搭。即擺閣面對着 水災的災情，要互因是馬口無目屎。是記者李成武佇台南的連續報道。